魚龍山天禧非常之多人中意一個小區。今日我哋睇呢間咧係頂層複式稀缺一個單位嚟嘅，可以睇到呢度咧係6米嘅一個中空客廳啦，全新裝修嘅。咁我哋嚟睇下南向陽台一個景觀先，呢邊就係望翻天禧嘅一個園林景啦哦。因為咧係高層啊，視野非常之開闊啊。我哋嘅餐客廳開間咧都接近5米嘅一個開間嘅。呢邊咧就係一個餐廳個位置，佢個戶型咧都係做到咗南北對流哦，非常之舒服。咁再過嚟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，加埋一個冰箱我都係送俾你嘅。哇！北向嘅陽台個景觀非常之靚，就望到魚龍山嘅一個別墅景，而且山景、高爾夫景觀都俾你睇晒啦。呢間複式佢嘅建築面積173方，但係佢嘅實用面積可以高達250幾個方哦。我哋再嚟睇下一樓咧，係安排咗有2間客房俾你嘅，而且佢個空間咧同埋床啊、衣櫃、空調同埋冷氣咧都係直接送俾你嘅，真係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哦。而且之前我哋影嗰間190方嘅話咧係已經賣咗啦，咁呢邊咧就可以上翻我哋2樓嘅一個位置。2樓啦，目前啦係做咗2間比較大間嘅套間嘅，而且仲有一個會客廳咧係俾你使用嘅，平時放鬆、度假、飲茶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呢種複式我哋睇完咯，目前佢放售嘅價錢258萬。如果你都中意空中複式，想揾天禧咁靚嘅小區嘅話，呢間你一定要嚟睇下啦。想了解呢個單位咁多信息咧，歡迎聯絡小林帶你睇下。